伫咧新竹县山区，这2天温度是无到10度，来学校上课囡仔一直伫咧化寒。虽然讲这教室内面有安这烧气，也已经完工了，却因为验收的程序还未完成，这烧气装伫遐，敢若会当看，却是袂当使用。明明规身躯已经包甲白皱皱，学生伫教室内底赶快赶甲皮皮喘，老师赶紧传烧茶互学生啉。原本教室内明明有装烧气，却因为也未完成验收，佮袂使开。这个太冷了，比较太冷。目前还没有办法在，因为还没有全面验收。很冷的时候啊，我们会帮小朋友准备这个桂圆姜母茶，提供给本校师生大家饮用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也有发给每位小朋友1人1套这个3合1的，有毛帽啦、围巾还有手套。来教室外口准备上体育课，看大家一直跳来跳去。都安尼跳，身躯才袂冷叽叽。教育处讲，验收完，得使开始使用烧气，目前会宣传其他保暖的物件给学生。现在5月份来统一开放哈，那没有关系，因为天气这么冷，我们学校也为学校学生准备了相关的暖包，还有姜茶哈，而且特别提醒小孩子要穿暖一点哈。那相关的体育课，我们会请学校来调整到室内来上课哈。山顶另外一间学校是先伫教室内底放电烘炉，互学生袂因为伤过寒影响到上课的品质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